因为我做律师就是一个充满荆棘跟挫折的律师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去想说，那我要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实质上的进展，好，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小事，好，比如说把 OO 弄回来台湾，不要觉得说小事就不做了，我是不会这样认为，我是觉得就是你就是积沙成塔嘛，而且你就是一个小党，然后就是能够达成实际上的目标，慢慢累积。上一回当公职是在我当兵的时候，在监狱里面当监狱官，然后就是跟律师的不同，应该是有一样的地方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啦。哈，律师有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都是在接触很多的这种怎么讲，这种当事人。好，你说像那个小租赁车的小客车的，很多的司机呀，然后来陈情啊，或者是说像那个有一些，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很痛苦的人来陈情，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相似的，对，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嘛，帮人家发声嘛，他觉得痛苦的地方，然后帮他讲出来这样。然后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在那个政策面的部分，因为政策有时候就是说，并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只有兼顾到一兆的想法，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做民代或者是做这个国会议员，我觉得有一点这个就是要怎么样来去调和的部分，然后因为修宪的议题，我自己学宪法，我非常清楚，修宪的议题非常非常多，然后从我大学的时候读法律系那第一天开始就在谈宪法了，那总共经过7次的修宪，所以你如果搭配很多议题的时候，到最后就是破局，对，共识就很低嘛，因为你要1/4的委员提案，3/4的委员出席的委员3/4同意之后才能交付公决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门槛，所以当然你的这个尽量你的议题不要绑那么多的议题，越简单越好。那现在就是说，不管这个宪法130条，我们的提案就是20岁改到18岁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如果要把它删除，我们也没意见。在公职人选举罢免法里面规定，我们也没意见。但是就是集中处理这个公民权18岁的部分就好。实力的立场当然就是主张说应该要三权分立嘛，废除考监2院。不过因为这个考量到现实上要达成这样的共识，并且要能够付诸实现，非常非常困难，所以应该有一个优先次序啦，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优先次序，就是说我们要先从哪个地方开始做嘛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就是你要先总是要跨出第一步开始来做，否则的话，过了4年之后还是在这里啊，永远都是在空谈啊。那能够做的部分先做，不能够做的部分，慢慢再凝聚这个共识，这样比较可行。你可以看到，同样的有人一直讲啊，单一选区2票制，是不是要提高这个比例代表的这个席次，或者是它的比例？站在时代力量的立场来讲，这个当然是希望啊，不然的话是，对，结果你本来你已经有110万票，你才只有3席。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，不过就是还是要有一个优先次序嘛。虽然我们也认为说，这个如果你要讲的话，如果都不要顾虑现实的话，这个选制是对小党是非常非常不利的。但是要考量到说，好，我们就是想要天边的彩虹，但是我们要如何能够走到那里？对啊，所以你要兼顾理想与现实的话，还是要优先处理这个18岁公民权的部分嘛。那剩下的以后，也许就是说有一个修宪委员会，那大家再慢慢来谈。